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2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列王记上卷21章20节到29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话。先知以利亚曾经被追杀，那是因为他说了上帝要他说的预言，因而得罪了亚哈王，特别是得罪了王后耶洗别。虽然如此，以利亚仍然传递了上帝的话语，他不是说自己的话，而是忠于所托，一五一十的将上帝交代他的话语传达，即便是危及了他的生命。列王记上卷21章20节到29节，亚哈见到以利亚就说：“我的冤家，你找到我了。”以利亚回答：“不错，我找到你了。你存心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上主对你说：我要降灾祸给你，要除灭你和你家族所有的男人，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，都要灭尽。你的家要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，也要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王的家一样，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入在罪中，激怒了我。至于耶洗别，上主说，狗要在耶斯列城吃他的尸体，你的亲属死在城外的要被狗吃掉，死在郊外的要被飞鸟吃掉。没有人像亚哈那样存心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，这都是由于他的妻子耶洗别的散祸。上主曾经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亚摩利人赶出这地方，亚哈却跟着亚摩利人一样去拜偶像，犯了最可恶的罪。以利亚说完的话，亚哈就撕裂衣服脱下来，穿上麻衣，他不吃东西，穿着麻衣睡觉，又颓丧地走来走去。上主对以利亚先知说：你有没有看见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谦卑？因为这样子，我不在他活着的日子降灾祸，我要在他儿子执政的时候降灾害给亚哈的家族。耶稣基督在山上变貌，有2位旧约的代表人物，一位就是摩西，一位就是以利亚。耶稣就是代表了先知传统以及律法传统。耶稣基督自己也曾经说过，他所说的话都是父所启示所指示他的。在变貌山上，上帝宣告说：这是我所爱的孩子，你们应当要听从他。耶稣基督也提到了现代以利亚的工作，就是为了他来预备，并且要宣讲上帝的话语，带领世人来悔改，但仍然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对待。耶稣基督虽然知道所有的情况，也知道自己将会被藐视，会受苦，但是他仍然坚定地传讲上帝的话语。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这样说道：他们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，人子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，千万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。他们遵照耶稣的吩咐，只是彼此讨论说，从死里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又问耶稣，为什么经学教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以利亚的确要先来重整一切。然而圣经上为什么又说人子必须要受苦和气绝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却任意的对待他，正如圣经说有关他的话。诗篇第2篇，
列国为什么妄图叛乱？万民为什么虚幻策划？他们的王后蜂拥而来，他们的执政者一起筹谋，要攻击上主和他所选立的君王。他们说，我们来挣脱他们的束缚，我们来推翻他们的统治。上主从天上的宝座发笑，他讥笑这些人的愚蠢。他在烈怒下告诫他们，在气愤中使他们惊惶失措。他说，在西安我的圣山上，我立了我拣选的君王。那君王说，我要颁布上主的命令。上主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。你求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，全世界都要归属你。你要用铁腕统治他们，你要粉碎他们，像粉碎瓦器一样。王后们啊，要谨慎；执政者啊，要受教，要以敬畏的心侍奉上主，战战兢兢，匍匐在他的面前。不然，他的震怒急如星火，你们要突然死亡。向他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谢谢主赐给我们先知的话语，让我们得到启示来认识他，学习来跟随他，也能够领受呼召，忠诚的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使福音广传，使人得到益处。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